瞎子摸象。從前有一個國王吩咐咗大臣揾咗一啲盲人嚟，然後就下命令去拉一隻大象嚟俾啲盲人摸下啦。係大王。於是大臣就拉咗一隻大象過嚟，嗰啲盲人就用手代替眼睛喺大象嘅身上邊摸嚟摸去。過咗一陣間，國王就問佢哋啦：你哋啱啱都摸過隻大象啦，究竟大象似乜嘢呢？摸到象牙嘅盲人就話啦：大象嘅形狀就好似一條又長又粗嘅蘿蔔。摸到大象耳朵嘅呢就話啦：大象同筲箕好相似。摸到象頭嘅呢就話啦：大象好似一嚿大石喎。摸到象鼻嘅就話啦：大象同一條一邊粗一邊細嘅圓木棒好相似咯。摸到象腳嘅呢就話啦：大象就好似舂米用嘅木球一樣啊。摸到象背嘅呢就話啦：大象好似一張平坦嘅床啊。摸到大象個肚嘅呢就話啦：大象好似一個大甕啊。摸到大象尾嘅呢就話啦：大象又長又細，應該話似條繩至係啊。哈哈哈哈！你哋全部都唔啱，你哋各人摸到嘅都只係大象嘅一部分，要全部加埋一齊先至係一隻完整嘅大象啊。